範例5題目咧就俾出一個電壓啦，佢嘅瞬時值 V 等於100 sin 括弧100派 t 加30度伏特。咁就問我哋咧，當時間咧係0.05秒嘅時候咧，個瞬時值係幾多？嗱，呢條題目咧，我哋就直接代入公式咧就可以計到嘅。咁但係咧，我哋就要留意題目俾我哋咧入邊括弧裏邊咧第一個100派 t 咧呢個用弧度，咁而後邊加30度咧呢個係用角度嚟表示。咁兩個咧都係一個角嘅大小，咁但係咧就係用唔同嘅單位嚟表示。咁我哋需要咧將佢哋咧統一。咁我建議咧大家咧都係將角度咧轉做弧度。嗱，角度轉做弧度咧就當然可以計啦。咁但係通常呢啲題目咧都係俾一啲咧好常見嘅或者係整數嘅角度我哋啦。咁我哋都好容易咧可以轉換嘅。咁我哋咧就用翻啦，一個圓形咧就有2派咁多嘅弧度，360角度。咁如果180度咧就相當於咧派咁多弧度。同理啦，咁我哋咧一路如果減少嘅時候咧，90度咧就等於派除以2啦，60度咧等於派除以3， 45度等於派除以4， 30度咧就等於派除以6。好啦，有咗咁嘅關係咧，咁呢條式咧我哋可以轉換成為咧呢條式啦。V 等於100 sin 括弧100派乘以0.005， 0.005咧就係題目俾我哋嘅 t 嚟嘅。再加咧30度，將佢變成咧派除以6。咁跟住咧有咗呢條式之後咧，我哋就撳計數機啦，就可以得到咧 86.6 伏。好，不過咧要計算嘅時候咧，就記住我哋呢條式咧而家咧就用弧度計算嘅。咁所以咧，當我哋撳計數機嘅時候咧，我哋計數機嘅輸入咧，你就要小心啦。咁第一咧就係我哋咧首先要將佢咧轉做弧度嚟計算先啦。咁嘅做法咧，我諗就大家都一般咧都係用Casio 嘅計數機。咁我哋咧就會用 Shift 由 Mode 選擇2咧，咁我哋就會揀到弧度。好啦，然後咧就將呢一條式咧就撳入計數機裏邊啦。咁撳入去咧就可以跟呢一個咁嘅步驟100，咁由 sin 括弧，你見到咧上邊呢度有兩個括弧嘅。咁但係咧當我哋計數機咧一撳個 sin 嘅時候咧，佢自動已經出咗一個括弧俾我哋啦。咁所以我哋只要撳一個就夠啦。咁跟住就照撳咧100派咧，我哋就要撳 Shift 然後咧 EXP 嗰個掣嘅。一撳咗兩個掣之後咧，就會出個派俾我哋啦。然後再乘埋0.005啦，跟住刪括號，再加開括號，再要撳個派出嚟，除以6，刪翻兩個括號，再撳 EXE。當你撳完 EXE 咧，你就會出到86.6呢個答案。計到答案之後咧，咁我哋就會選擇 B 86.6伏特。範例6題目咧就俾出一間舊工場入邊咧係設有一啲旋轉嘅機械設施，但係仍然咧就係用緊一啲咧舊式電感式嘅震流器鋼管。咁就發現咧有頻閃效應咧出現，咁就問咧點樣可以消滅到呢個效應嘅影響？有啲選項俾我哋。咁不過咧我哋係揀選項之前咧，或者了解一下咧頻閃效應先。電流式震流器咧會引致頻閃效應，原因咧就係呢一隻舊式嘅變壓器啦，即係磁牛咧，咁就直接咧係用50周交流電嘅。咁因為交流電咧就係每個週期裏邊咧都會有2次咧經過零點，咁所以咧令到咧呢啲咁嘅熒光燈咧就係每秒鐘咧會喺度閃爍100次，咁就造成咧呢個頻閃效應。嗱，頻閃效應咧會令到我哋視力疲勞啦、頭痛啦，嚴重嘅會令到我哋咧產生錯覺，誤以為一啲轉動緊嘅物體咧係轉速咧轉慢啦、靜止啦或者逆轉，咁就有機會咧係造成咧我哋個操作誤判啦，導致咧工傷嘅事件。咁所以咧呢個係個嚴重嘅照明危害嚟嘅，因此咧我哋係要諗方法咧去減低佢嘅影響啦，或者係令到呢個頻閃效應咧係唔出現。好啦，睇翻咧題目俾我哋嘅答案啦。咁第一個就係將附近嘅鋼管咧接駁去唔同嘅相位電源。嗱，呢一個咧係可以嘅方法嚟嘅。原因咧就係鋼管咧接駁去唔同嘅相位啦，咁佢咧個光輸出咧就會唔係一齊咧喺峰值，即係唔係一齊咧光一齊暗，從而咧減少咗咧整體照明咧嗰個閃爍程度，咁係可以咧幫助咧消除呢個頻閃效應。再睇第二個，更換電子震流器。嗱，如果更換電子震流器咧，呢個都係好方法嚟嘅。原因咧就係而家我哋啲電子震流器咧，通常咧都係有一個遠高於咧市電嘅頻率啦，譬如咧20千周嘅好高嘅頻率。
嚟運作。咁高嘅頻率咧，即使咧佢係會有頻閃出現啦，但係咧因為個高頻咧令到我哋嘅眼睛咧係察覺唔到。咁呢個咧都係一個有效嘅方法。到 C 第三個，採用滯後或者超前嘅電路接駁呢啲咁嘅舊式光管。呢個都可以啊，因為咧如果我哋係用一啲超前啦用滯後嘅電路咧接駁唔同線路嘅光管咧。咁佢哋咧就類似咧，好似喺 A 選項嗰個咧接駁咗去唔同嘅相位嘅電源一樣，咁亦都係咧令到佢哋嗰個發光量咧唔係同時光同時暗咧，咁係亦都係可以咧係減低頻閃效應嘅影響方法之一。咁綜合咗頭先咧，我哋講解咗 A、B、C 三個選項啦，已發覺三個都可以喎。咁所以咧呢條題目咧，我哋就會選擇第四個答案，以上皆可。今日嘅解題去到呢度，如果大家想觀看更多 B 牌應試技巧，歡迎重溫師傅仔嘅 B 牌考試解題技巧突擊訓練系列。祝大家 B 牌考試順利。B 牌考試注意事項： 1. 考生必須喺考試開考前最少15分鐘到達試場，如遲到超過25分鐘，將不會獲准進入試場應考。 2. 試題分甲乙兩部分，共100題。所有試題均須作答，考試時間為2小時，甲部佔28題，合格分數為75%；乙部佔72題，合格分數為50%。考生必須喺同一次考試中，喺甲乙兩部分均取得合格分數，才能喺整項考試中取得合格。 3. 作答時，只需喺答題字嘅適當方格內填畫一條粗線，唔好喺一題內填畫多過一個答案，否則該題答案將作廢。4. 記得帶齊准考證、身份證、鉛筆、擦膠同埋計數機一齊入場啦。